今一开始，咱来关心台南市的消防局救护人员昨下晡伫北区的中央路执行紧急救护任务，因为甲救护车停伫路边去挡着一台奥多拜，这个骑奥多拜的查甫人是真生气，情绪失控，摕落来把攻击救护员。事后因为伊一时匆忙，互医生发办。 19日到台南市消防局公园分队正伫咧长营路的巷仔底执行救护勤务。救护人员处理好势，准备要后送时阵，煞拄到这位骑奥多拜37岁姓郑的查甫人，自50公尺远就开始一直是喇叭，并且对救护人员大细声。你叫你啊，叫我来过啊！啊，你个重掉的！ 救护人员赶紧回报给指挥中心，验过这个查甫人开始掠狂，我军救护人员手举起要拍人，4楼的救护人员看办事唔对，该压制伫涂骹，造成消防员骹、手、颔骨啊拢有刺伤。在压制的过程中，我有右手手肘以及右脚膝盖，还有脖子，还有左耳后都有一些擦挫伤的痕迹。 另外一位消防员甲伊考讲了，这个姓郑骑奥多拜查甫人才转去，尾仔看到伊佫回头转来，这回手内摕2支螺丝架，又佫要攻击。4楼的救护员袂甲伊高高低，退到台南后壁指挥部大门口，经过通报，警察到场处理，将这个姓郑的查甫人带上去派出所。本分局实践派出所接获报案，消防员遭到男子攻击，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将37岁郑姓男子带回派出所侦办，全案将依妨碍公务及伤害罪嫌就办。被攻击的4楼的救护员，事后告被验伤，并且提出妨碍公务加伤害告诉。消防局长李明芳决定告到底，绝对无容忍这种对救护人员的暴力。记者综合报道。